好，来继续来到高雄，有民众坐公车发现司机咧等红灯的时阵背手机啊，疑似是咧追剧追剧。民众佫讲，伊大概坐到这台公车，大概拢看到司机咧追剧。客运公司讲，因有规定，驶公车的时阵禁止使用手机啊，甲3C 电子产品。讲迄个司机的行为真毋是款，除了行政处罚，嘛会减少伊的年底奖金。公车司机停红灯的时，马达表头前有放一支手机啊，当时敢若咧报戏剧，人客看到这款的画面讲，真正有够喊。伊讲，大概坐伊的车，这个司机拢伫看手机啊。这样是不可以啊！你如果一个不留神，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这么多的人命赔得起？是不行啊。也是不行。你在工作，你在那边看手机。其他乡亲嘛感觉这司机行为无妥当，是一来到客运公司工作规范写讲，行驶中严格禁止使用通讯产品，嘛袂当收听广播电台音乐甲用电子产品。这个行为确实是实属荒唐啊！然后我们公司会做约谈、教育改善，然后做另外惩处之外，会对于他的年终奖金做于考核减发的部分。我完全不看，以后分心没有办法去注意到车况啊。客运公司表示讲，只能伫紧急的状况下用手机啊，比如讲临时的调度，也是回报突发的代志。这个司机到公司服务8个月尔，进前无听过类似的情形。即摆有人客看到赛车伫看手机啊，无顾到人客安全，公司会随处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